我已經開工啦。咁嚴格嚟講嘅話，其實係冇收過嘅。咁初一初二咧都有做，不過咧就比較輕鬆少少。咁今日咧就正式真係上班。咁講到媒體啊嘛，邊度有得收工㗎？如果真係收工，就係執笠㗎啦。咁原來發覺到咧，好多人咧都係初三就已經開工咗嘅。雖然就話冇嘢做嘅，純粹做個樣啦，因為好似有個開工儀式咁啊嘛，即係啊啦啦撈下生啊，食嚿金啊，攞下紅包啊，開下燈咁樣。咁呢個一連串嘅儀式感都好關鍵㗎。意思咧就係代表咗你嘅2026年咧就係正式啟動啦。啟動咗啲乜嘢啊？你啲計劃啊，你啲夢想啊，你啲目標啊等等。咁你話2026年我有啲乜嘢目標咧？梗係有目標啦，就係希望唔好再有目標，可以 hea 住咁過，咁咪一流啦。大家都發財，恭喜恭喜！即係準備咗好多吉祥嘅説話要同大家講嘅。